这是西丽大桥通车典礼时阵翕的相片。这是为东车时42年迄阵的镇长因后生手内底摕到的。你来看这中央政府伫遮啦，迄阵送来主持通车典礼。陈诚，这陈诚，这严家淦对无？迄阵新主席吴国桢，为什么边仔有遮济？敢若外国人？这拢美国人啦。二战以后，咱足侪美元的嘛，美国人斗相共130万的美金，要通车典礼，伊当然爱来啦，西丽大桥其实咱是为1937年才有12年就开始起，迄阵日本人去桥墩大战开始所以所有物资拢走去南洋去，则停起来。一直到国民党政府来台湾，咱西丽人开始来争取，讲桥墩拢做好桥顶悬是不是爱来起？迄阵咱西丽有一个镇长叫李应栋，李应栋伊写批，伊英语真牛，写批去美国了甲得到这个经费，经过来这个去，这李应栋先生都遐。对，所以讲，这历史若甲保存落来。较甲传落，大家才毋知讲，原来咱的西丽大桥是咱的地方的人来庆祝来牵涉的，对吧？